根據當局數字，現時有超過1300人獲有條件釋放，當中接近1/4人年期達到10年或以上。新生精神康復會轄下嘅康和互助社聯會主任周長信話，近日陸續接獲患者有關覆核有條件出院令嘅求助，亦都有社工業界嘅查詢，唔清楚機制嘅詳情。佢有個會員原來係被 CD 嘅，咁佢唔知道嗰個覆核嗰個程序係點做。咁佢問個社工，所以社工都唔知，有社工就反而問翻我哋咁樣咯。咁我哋幫佢解答。個社工講到個狀況就係佢上網搜尋咗好多資料，其實都係睇唔到一啲申請嘅程序啦、手續啦、個申請表係。佢要證明自己係一個呢個精神健康穩定嘅人，咁其實首先就要去醫院攞一啲醫療記錄啦，了解下醫生對佢嘅睇法啦，咁樣咧。咁要點樣去醫院攞咧？喺邊個部門攞咧？要花幾多錢咧？要攞咩部分咧？譬如醫院有你可能醫院你有唔同嘅記錄㗎喎，有除咗精神科之外，有可能你有睇過啲糖尿病或者可能係一啲嘅心臟病嗰啲嘅記錄需唔需要攞咧？係嘛？會唔會對嗰個你嘅個案係有影響嘅咧？咁你又去諗啦。你攞邊段時間嘅咧？攞邊間醫院嘅咧？譬如你攞可能係你個病情係牽涉幾間醫院嘅，有去幾間醫院唔同醫院去攞喎。咁呢啲都係一啲嘅要學習咯，要了解咯。另外譬如話同一啲 NGO 去攞一啲嘅個案記錄，咁原來咧有啲嗰啲嘅機構咧，原來可以法例上面賦予一啲豁免嘅原因係唔提供嘅喎，我哋又唔知道喎。唔係話可能以前就會諗我哋向佢申請，佢40日內會俾翻我哋咯。原來咧佢有啲原因可以唔俾我哋嘅喎，或者佢可以撮要又得嘅喎。可能咧某啲嘅資料可以刪減俾我哋嘅喎都。係嘛？咁我喺過程當中，我哋又去同會員一齊學習咯。原來咁我哋又點樣去處理咧？咁有啲記錄我哋攞唔攞到咧？可能係一啲嘅警方嘅記錄啦，可能係一啲嘅可能消防嘅記錄，我哋又可唔可以攞到嘅咧？咁一齊去探索啦，去睇下點樣究竟揾到我哋想要嘅資料咯。就喺嗰個嘅會員其實係可以喺當中去發揮到自己嘅所長啦，甚至係可以係同其他人一樣咧，係有個公平嘅發展機會嘅。咁我哋要做嘅嘢就係去幫手移除啲障礙咯。我就係同啲會員一齊去將一啲我哋覺得係阻礙我哋，可能係一啲嘅對精神病嘅一啲嘅歧視啦，可能係一啲可能就業上邊嘅一啲嘅偏見啦，可能係喺法律上邊醫療上邊體制上邊對佢哋一啲障礙啦。咁其實我哋嘅康和同埋我自己覺得社工嘅角色就係幫佢哋能夠去跨越呢啲障礙咯，去做到佢喺個社會上面同普通人、同其他嘅香港市民一樣，能夠享受到佢嗰種嘅生活所有嘅權利咯。工作權利可以自由喺個地方生活可以去結識佢想結識嘅人可以咧享受佢係嘅好似我一樣，可以喺郊外可以去跑步可以去享受一個香港呢個環境享受人同人嘅關係咁其實希望就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咁樣咯都嚇。